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咧都係收睇呢個嘅風林一周，又係 Wallace 啊。咁啊，雖然咧而家就冇呢個嘅球會賽事啦，咁但係咧就即係我都會用一啲時間咧去講下最近曼聯嘅新聞啊。不過講之前咧，我都想講一講就係關於巴西國家隊同日本國家隊嘅一場友誼賽嚇。咁喺度咧就想呼籲下大家，如果喜歡我哋嘅製作咧，就請 like 啦、share 同埋 subscribe 嘅。咁啊，馬上講下剛剛呢場哈巴西對日本。咁事實上咧就即係當我見到日本係以3-2擊敗巴西咧，都令我回憶翻細個嘅時候。一套好出名嘅卡通片啦，或者都係漫畫嗰度嚟㗎啦，就係呢個足球小將啊。咁其實大家如果有睇過足球小將咧，都知道咧，其實即係當時嘅日本應該就係非常之崇拜呢個嘅巴西足球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嗰個主角戴志偉咧，成日都話咧要去即係巴西啊咁樣。咁佢有個師傅啊，阿盧比道叔叔咧，都係來自巴西嘅。咁其實除咗講到話卡通片之外咧，咁就如果我哋睇翻即係巴西嗰個嘅即係即係巴西同日本個足球嘅關係咧嚇，咁啊其中即係一位80年代即係非常之即係出色嘅巴西球員啦，薛高啦嚇，咁佢都係做過呢個日本嘅即係國家隊誒即係嘅領隊，咁啊甚至咧應該係講係2002到2006嗰啲嘅時間都做咗好幾年嘅。咁所以可見咧，除咗話喺嗰個嘅即係足球嘅文化上面日本傳統係好崇拜巴西之外咧，咁亦都實際上咧係一位巴西嘅名宿係曾經教過日本隊。咁今次咧就徒弟打低師傅啦，咁但係即係呢啲嘅友誼賽咧，我又都覺得唔係話可以作得好準嚇。始終即係友誼賽，大家都係即係會係留下力啊，唔係咁衝撞啊，咁甚至咧都會見到巴西喺即係下半場都有一定嘅調動啊，咁所以咧就即係雖然即係講出嚟。哇！即係師傅俾徒弟打低，咁實際上咧又唔係話即係好可以話100%去參考。不過咧，我自己咧都覺得咧，呢一代嘅巴西咧似乎真係冇咗即係舊時嗰種即係咁王者嘅一種嘅霸氣啊！嗱，尤其是如果睇翻巴西而家即係呢個嘅陣容咧嗱就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好明顯咧係冇咗一個即係好嘅正前鋒咁啊佢呢場波嘅正選咧係用即係雲尼斯奧斯啦去打一個比較即係如果你睇佢呢度嘅排陣一個比較中間嘅位咁，其實大家都知雲尼斯奧斯咧佢都唔係即係打中間位置嘅最好嘅材料甚至譬如你話好似阿洛迪高即使係理察利神我覺得咧都唔係算真係好即係頂級嘅中鋒，咁但係咧無奈似乎咧而家巴西咧翼就多啦，中鋒咧就比較缺乏咁呢個咧就我諗即使係安察洛提一個咁出色嘅領隊咧，可能都係要去即係非常之頭痛面對呢個問題。咁我唔知道即係會唔會巴西國家隊係有即係能夠揾到一個好嘅中鋒啦如果呢個問題未解決咧，我覺得就出年世界盃咧，其實巴西咧我就都唔係話抱以好大嘅厚望啦。咁其他嘅國家隊咧就即係我哋都嚟緊咧，有時間，因為隨住世界盃出年暑假就嚟啦，都會有一啲嘅分析嘅。咁不過都講翻下曼聯啦咁曼聯最近即係呢幾日就雖然冇波踢，咁但係咧成日都有新聞嘅較早前咧就我諗最大嘅一個新聞就係阿 Sir Jim 即係而家嘅英國老闆啦，就講到咧要俾阿摩連3年嘅時間咁咧，大家聽咧就即係可能都打個突因為正正好多人都仲話
阿摩廉咧係咪要炒㗎？即係而家嘅成績都係好浮浮沉沉喎，剛剛先叫做上翻係上半版第10名，咁啊，但係都即係喺呢個時候點解即係Sir Jim 會咁樣出嚟去為佢護航咧？咁樣咁嗱，我覺得呢個都好正常啊，因為其實係即係穩定軍心咯，係嘛？咁你個更衣室裏邊嗰個成日都覺得嗰個教練係會被炒嘅，你啲球員個心都唔定啦，係嘛？咁但係問題而家你老細都出咗聲啦，咁所以就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最嘅即係容易去理解嘅一種方式啊。咁我其實曾經都講過當年啊坦克嘅時候咧，即係我印象中咧，阿 Sir Jim 係冇乜點出嚟撐阿坦克嘅。咁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其實坦克個位置咧就唔穩陣嘅，咁啊結果都真係俾人炒咗啦。咁而家即係 Sir Jim 肯咁講咧，咁相對嚟講，即係阿摩廉嘅位置咧就應該係比較穩陣啲。咁但係係咪代表真係一定係要用佢3年咧？嗱，我自己嘅睇法係咁嘅。嗱，首先一樣嘢咧，我哋要明白何謂3年啦。可能有啲人一聽到呢個嘅訪問之後咧，有個直覺就係話，由而家開始嚟緊3年都唔會喐阿摩廉。咁但係咧，我就都特登揾下啦，關於即係阿摩廉嗰張約嘅一啲資料啦嚇。咁就原來發覺咧，佢嗰張約咧，基本上咧係去到2027年嘅6月，咁啊即係今年係2025啦嚇。咁啊出年嘅暑假，跟住後年嘅暑假咧，其實就約滿㗎啦。咁跟住仲曼聯可以咧有一個嘅即係續多一年嘅呢個嘅選擇。咁所以咧，其實嗰3年咧就唔係由而家開始起計㗎，因為佢其實都已經嚟咗，即係由舊年差唔多呢個時候啦嚇嚟，都嚟咗成年㗎啦。咁所以呢樣嘢要搞清楚先，就唔係話而家開始計3年。咁仲有一樣嘢咧，就即係嗱，我咁諗啊，其實萬一真係阿摩連嚟緊呢段時間個成績係好差好差好差，咁其實都唔代表上 Jim 要反口嘅喎，可能咧只需要佢哋內部去同阿摩連講下，喂，你自己遞辭職信啦，係嘛？你自己遞辭職信，我哋就俾你好體面咁落台。嗱，咁嘅時候就唔係話 Sir Jim 要炒人阿摩連自己唔做啫咁。咁其實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可能性，因為我記得阿摩連曾經講過佢話即係唔係最近嘅，曾經佢講過咧，就話如果做得唔好咧，佢自己都會走嚇。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大家亦都唔需要太擔心，以為話咧講咗咧，哇有排都唔喐得呢個教練啊咁。咁我就覺得即係唔會嘅，即係如果真係啲成績好曳嘅，唔通搞到降班都唔喐佢咩？係咪？咁只不過就未必到時係話以 Sir Jim 炒人嘅名義去做嘅啫。咁里奧費迪南咧，有最近嘅有一個訪問咧，都講到就係話佢點樣睇即係阿摩廉嚇，因為咧 Sir Jim 訪問裏邊咧就將阿摩廉咧就同呢個嘅阿迪達去相提並論，就話咧阿仙奴阿迪達咧嗱都俾咗多時間佢啊，係嘛？咁於是而家咧阿仙奴咧都即係好明顯係即係經過咗阿迪達呢段嘅調教之後咧，係即係一支嘅強隊啦。即係我相信即係阿 Sir Jim 其實想講呢樣嘢啦。但係咧就即係即係費迪南咧就講咗，佢覺得其實阿摩廉同埋阿迪達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差異嚇。首先一樣嘢就阿迪達上任嘅時候咧，佢就將當時嘅阿仙奴咧係由第10咧就拱翻上去第8。咁雖然就唔係話好大嘅進步啊，咁起碼咧都係即係推進咗嘅。咁但係相反嚟講咧，係阿摩連接手咧，就由14就跌咗去15咁。咁不過咧，就呢個都唔係我諗最重要嗰一點啦。咁利奧費迪南就講到咧，就話佢覺得咧，阿迪達咧係有好大嘅彈性嘅。喺佢接手阿仙奴頭嗰50場咧。
你我費迪南就話咧，佢應該係阿迪達係試咗7種唔同嘅陣式嚇，咁去嘗試去即係睇下即係邊樣嘢啱阿仙奴咁樣啦。咁但係相反嚟講咧嚇，就即係佢覺得咧，其實阿摩廉咧就即係唔係話即係好似阿迪達咁做到一個比較即係一個進步或者一種嘅穩定出嚟嚇。咁所以咧就佢覺得兩個人咧就唔可以完全係相比咁樣。嗱，我自己加多點嚇，我就覺得咧即係從一啲有時嘅喺鏡頭嗰度睇到咧，例如阿摩連咧，哇係連即係射12碼都唔敢睇嘅。我感覺上咧就呢啲都顯示佢承受一種壓力嘅能力咧，可能就唔算好高嚇喺承受壓力方面。所以我自己咧，其實就都係覺得要換呢個嘅教練嘅。不過咧，我之前都講過啦，我唔中意再見到曼聯喺季中換教練啦。咁所以咧，我都係希望佢能夠做到季尾。咁我覺得如果季尾曼聯係攞到歐洲賽資格咧，咁佢就好可能真係會再做到嗰個約，就係話去到2027年嘅夏天。咁啊，即係再做多季。咁但係如果我哋今年去到季尾係攞唔到歐洲賽資格咧，我覺得阿摩廉咧其實就即係都好難啊，再留多一季啊，可能出年夏天就走噶啦。嗱，呢個我自己嘅估計或者咁講啦，我自己會咁樣去衡量阿摩廉嘅去與留啦。咁就但係咧，其實亦都有啲比較樂觀啲嘅事情可以去講下嘅。因為咧，始終咧，而家咧，曼聯咧就有兩個好重要嘅加盟嚇，包括咗就係中鋒嘅石斯高啦，同埋呢個門將嘅拉文斯。其實足球係一回咩事咧？足球去到最後咧，就係兩件事嘅啫。即使你個前中後打到幾咁天花龍鳳嚇，最終你就係要入球同埋唔好失球。咁呢個其實就係足球最基本嘅兩件事。咁我覺得呢兩位球員啦，就係即係呢個嘅門將拉文斯啦，同埋石斯高呢位中鋒咧，係可以喺呢個入球同埋即係不失球呢兩方面咧，係幫到曼聯，甚至我會覺得係可能有一個嘅級數上嘅提升啊！即係曼聯係可以係拱上一個層次嘅，因為呢兩個球員嚇喺個入球能力方面，同埋喺嗰個即係把關能力方面，咁所以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咧曼聯係即使阿摩連帶咧都有機會去到季尾咧係攞到一個嘅歐洲賽資格。咁當然你話係到底歐聯啊、歐霸定歐協咧嚇，咁而家就即係都仲言之尚早。咁但係就即係我覺得唔係冇可能㗎，攞翻呢個歐洲賽資格。咁最後想講下對利物浦呢場啦。嗱，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早得幾個禮拜前，哇睇住個賽程嚇，都驚即係覺得話去到作客利物浦咧會被大炒啦。咁但係其實利物浦喺國際賽之前咧，正正係陷入一個低潮啊，連敗3場。咁於是其實利物浦雖然係主場對曼聯，我覺得曼聯咧都仍然有攞到分數嘅可能。咁當然啦，我咁講攞到分數打和都叫攞到分數啦。咁其中一樣嘢咧，可以就係話曼聯有少少因禍得福，因為旗下好多個球員咧都失去咗入選國家隊嘅資格。咁啊，包括咗譬如後防嘅幾位大將啦。好似呢個嘅達列特啊、麥加亞啦嚇，相裏邊呢兩位啦。咁譬如話蘇爾啦，係嘛？呢啲都即係唔需要打國家隊嘅大軍，咁啊可以養精蓄銳喎。反而咁你睇下利物浦嚇，譬如話好似雲迪克啊呢啲咁都要即係代表荷蘭啊咁樣。咁所以就呢個或者咧都會幫一幫曼聯。咁同埋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利物浦喺破密集方面咧，而家因為佢兩翼啊。
相對係弱咗嚇，其實破密集能力就係冇舊時咁好嘅。咁如果曼聯能夠係打得即係穩陣啲，咁就唔好話先失波咧。其實即係真係要攞到分數咧，係並非天方夜譚。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咧，大家咧都即係唔好話太過去灰心去睇啊。嗱，其實我從來都唔係話好樂觀派咁，即係一味得個樂觀兩個字。喺對即係賓福特嘅時候，當時啊，我係即係我都同人講嘅話，其實呢場波咧，我係擔心嘅。咁尤其是反而曼聯對住啲中游啊、中下游嗰啲，有時咧係作客咧，仲會即係打得唔好添。咁但係今次咧嚇，我反而就係正正大家都可能冇咁睇好曼聯咧，我就覺得曼聯有啲機會。咁陣容方面啦，嗱，如果你睇翻佢對上贏呢個新特蘭啦嚇，我估都會係類似嘅陣容。咁就即係萬字啦，希望佢能夠即係健健康康咧。我就支持佢正選上陣啦。咁至於後防方面嚇，係會擺即係約羅啊，定係擺麥佳亞咧嚇？咁我就都唔知。咁尤其即係頭先都講過麥佳亞其實唞咗，唔使代表國家隊啦。我覺得咧都可以考慮麥佳亞正選，咁就去頂住利物浦中路嗰啲嘅高空波。咁啊，到時睇下即係個情況係點啦。咁喺度咧，再一次咧就多謝大家，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次再傾，拜拜。